来看落水溪瓦近沙梨大桥附近有1000公顷的地，水利署是开放农民会当租起种菜、种西瓜。也毋过7月份开辟风台扫过，溪边的土沙拢互冲走，农民望讲相关单位会当赶紧来斗相共处理。阮的农民无因收成蔬菜，但过程爱非常小心，一无细腻就可能会暴落水底。因为这个农地为了落水溪的高滩地，受到7月份开密风台大雨河道侵蚀，导致新造的农地出现杂树的关节落差。这次的台风很严重，是说已经垮到说我们这边比较中高的地势了。所以如果再有可能再来明年，如果再几次台风的话，有可能会严重影响到我们在更高上面，可能会到堤防。变到无他卖无他见，到重点就是家时头啊拢总无安尼。啊，收成是咱讲，无咱这个种就搁有，重点无地就无法度种啊。啊，迄都惊搬落去啊！系啊，迄是足深的。足深的啊，迄几顿悬的，你无看？当地农民表示，因新造的高滩地种菜数十年来，河道拢算稳定，但今年连续风台大雨，河道往东化侵蚀。是日内万事的设施拢被冲走，损失超过数十万块。希望相关单位会当来施工，将河道刷长的中道。先阻止讲莫去互放啊，水路看样佫改变，佫刷长来较中的无？你像即马安尼，规个拢蹲出海起来，啊，水也袂对遐过，即马拢水接个咱这边。那因为高滩地本来就属于河川行水区，那本次台风确实造成许可农民的农田有损失，那民众所缴的使用费可以依时来申请退还。市的分数表示，今年开密风台所带的超大雨量，造成落水溪水位增悬，达到1日9月境界水位。这个梯段都满到高滩地，造成流路改变，但目前堤防安全无问题。至河道流路改变，会依照规体的考量，利用枯水期进行河道整理，以稳定流路。记者向为你报道。